假借他人重塑神识，不过是你的一个轻梦。你真要这么做吗？世人眼里，我想成仙也如痴人说梦。可如今，我成了。那不过是破了境，神游玄境，算不得成仙。那就不算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可以救小绿儿。我想过很多种你成仙救人的方式，但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你若真这么做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吧。师父，你当真不懂我？你知道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想对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吗？你们出现的刚刚好，刚好让我不得不在这个肮脏可悲的世界继续苟延残喘的活下去。